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看约伯记的第2章。昨天第1章讲到约伯的家庭遭受苦难，今天呢，我们第2章谈到约伯的身体遭受苦难。然而约伯并不以口犯罪，可见任何苦难不会动摇约伯对上帝的信靠。那上帝再次向撒旦来夸耀约伯的信仰，不是用利益交换的。撒旦却表示，那是因为他的身体没有受到伤害啊，所以他还觉得很幸运，并断言，如果伤害约伯的身体，那约伯一定会离弃上帝。上帝又同意撒旦的测试，约伯他全身长满了毒疮，那他的妻子也要约伯咒诅上帝，约伯却责备他愚昧，认为人即使由上帝那边得到的祸患，那不是上帝不对。那约伯3个朋友来安慰约伯，看见他极其痛苦，就与约伯一同坐在地上哀痛。我们透过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思想几点。第一点就是约伯他的妻子是我们的鉴戒，约伯的妻子竟提出可怕的忠告。第9节我们看到他竟然劝约伯要离弃上帝，这是撒旦希望约伯做的事，那他竟然成为撒旦的帮凶，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。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所爱的人遭受痛苦，我们会提出一些所谓爱的忠告，但可能有时候会伤害了对方。比如说，当我们看到所爱的人在教会中服侍受到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建议他不如离开教会。那我们看到侍奉很辛苦、很受委屈的时候，可能我们会建议他不要再侍奉了。有时候当我们看到儿女读书很辛苦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建议他停止聚会。这也是出于怜爱，但是却让这些所爱的人渐渐的远离上帝，反而离开了上帝的心意。第二，我们看约伯3个朋友是我们榜样。3个朋友不辞辛劳来安慰约伯，所以他们跟约伯7天7夜坐在地上不发一语。如果没有真正的爱，没有办法做到这样。所以一个人遭受苦难，可能最好的事就是莫过于安安静静的陪伴他，在他的左右，因为同在就是最大的安慰与支持。约伯的3位朋友不辞旅途辛劳，齐心来安慰约伯。这里提醒我们，其实倾听就是爱，了解中有医治。愿我们都做一个倾听陪伴受苦者的好朋友。我们一起来默想，你弃掉上帝吧，死了吧。约伯的妻子却要约伯死了吧。这个举动不只是违背上帝要存留约伯的生命的旨意，更要约伯以死来离弃上帝。这岂不是使撒旦攻击约伯的目的得逞吗？我们是撒旦的共犯吗？将来我们要如何陪伴受苦的人？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，我们下次再见。